现代台语版圣经约伯记第15章，替万人以利法引约伯讲：智慧的人，减会用空虚的知识应答，也是满嘴拢讲碰风话。伊减会用无利益，也是无路用的话，家己辩护。你是伫气杀敬畏的心，阻挡人对上帝祈祷。你的罪影响你讲话，你的话拢是诡诈。定你的罪的是你的喙，毋是我。你的喙唇证实你毋对。你是头一个出世的人是无？你比遮个山较大声受造是无？你检视上帝的参谋，在伊的计划，智慧减简单你才有。有啥物你知，阮毋知，也是你了解，阮无了解。阮中间有白头毛的，甲年老的，比你的老爸搁较老。上帝的安慰甲温和，苦劝你的话，你看做无要紧是无？你的心哪会遐尼激动？你的目睭哪会银乌乌？互你得到上帝，互你的喙讲遐个话。人算什么？敢有可能生气？负责人所生的，敢会当算做义？上帝连伊的车婿都无信任，天伫伊眼中嘛无生气。何况可恶腐败的人，因啉罪恶，亲像伫啉水。我要甲你指示，你着注意听。我所看到的，我要甲你讲，就是有智慧的人对祖先所领受无允捌传互我的。这个应允的地，只有使互咱的祖先毋捌受外族侵占。歹人一个受尽苦楚，欺压人的嘛会安尼。恐怖的声常常伫伊的耳孔边，安稳的时，强盗会来抢夺伊。伊无相信会当对黑暗脱离，刀剑不时伫长等伊。伊试过流浪讨食，讲倒位有食物，伊知黑暗的日子已经到。患难困苦，互伊惊吓，亲像君王准备攻击的气势压倒伊。因为伊出手攻击上帝，自高自大，对全能者典位。伊颔棍敬意，举高的盾牌，冲起要攻击上帝。伊的面肥嘟嘟，腹肚肥足足。伊大的城无久会荒废，大的厝注定变做土堆，无人徛起。伊袂过好业，财富留袂久长，产业袂当伫地上扩展。伊袂当脱离黑暗，话亲像幼鸡互火烧焦，亲像花互风吹散。伊毋通倚靠虚假来欺骗家己，因为虚假会诚做伊的报应。时还袂到，伊会亲像樟树打去，伊的枝袂阁生喙。伊会亲像葡萄树，葡萄还袂熟，就互人摇落来；亲像橄榄树，花一个开，就互人拍响杀。无敬畏上主的族类，一定无后代。靠贿赂起造的厝体，会互火烧去。因怀孕毒害，生出邪恶，因规个腹肚拢是亏价。